呢個壓縮嘅原理可以用數字最簡單嘅方法嚟咁樣解釋。我哋任何一個圖片或者任何一個信息都可以用數字嚟表示。而家我哋將呢個圖片變成一串數字，當然唔止咁少16個數字，但係16個數字係一個例子嚇。將一個圖片變成一串好長好長嘅數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呢度當然為咗簡單起見啦。咁我哋做方法點呢？呢個其中一個方法，要選取所謂 base 有關係。我哋將1加2變成3，2加3一路咁加落去，就會得出一串 S1 呢個數字，然後相減亦會得出 D1 呢串數字。結果發現原來個 sequence A 可以寫做 S1 加 D1 呢兩串，所以 A 係可以分解做兩部分，一個係 S1，一個 D1。S1 就正話講嘅光滑嘅部分，D1 就係正話講嘅比較高頻嘅部分。然後對 S1 重新做呢個程序，將 S1 又分佈做一個比較光滑嘅部分 S2 加 D2， 然後 S2 重新再做一次，一路做，結果我哋可以得到如下一個圖片。就原來嘅圖片 A 可以分解做一個光滑再加其他比較唔光滑嘅部分，咁樣得出嚟嘅方法個數據 S1、S2、S3、S4。S1 係壓縮得冇咁多，S2 係壓縮多一啲，S3 壓縮更多，S4 壓縮更多。我哋輸送呢個圖像嗰時，當然用 S4 係最簡單，但係亦會損失更多嘅知識。S1 損失冇咁多，但係輸送需要嘅數據就多咗啲。但係呢一個係一種方法嚟壓縮圖像嘅一個方法。當然呢個係比較簡單嘅時間，我哋寫成咁嘅。小波嘅理論比呢個複雜一啲。以前做呢個圖像壓縮嘅時候，有一個方法叫 Fourier 方法。Fourier 係18世紀一個大數學家發明嘅，將呢個波分解做好多基本波嘅一種方法。小波係最近呢20幾年嚟發展嘅，喺某方面嚟講，比 Fourier 呢個壓縮進步咗，壓縮得大一啲，而且得到效果更好。正話講嘅係一個二維空間嘅壓縮方法。而家我哋研究一個幾何信息嘅壓縮方法。譬如嚟講，我哋見到在座各位嘅人面，我哋點樣將呢個人面輸送到北京去，喺個電腦裏邊？如果我哋就咁畫呢個人面嘅話，要花好多時間，花好多呢個數據，喺 computer 上面得出嚟嘅數據係唔清楚㗎。我哋假如試睇一個 teleconference 用 computer 做 conference 嘅時候，我哋發覺往往得出唔係我哋需要嘅效果。人嘅移動好慢，就係因為輸送用呢個數據輸送太慢，就因為圖像並冇壓縮得十分好嘅原因。呢個係一個方法，係我自己同埋幾個學生做嘅。我哋將呢個人面即係呢個三維圖形影射到呢個球上面去，然後喺球上面揾一組互相垂直嘅多項式，普通我哋嘅球面調和多項式，然後將呢個三維信息由呢啲多項式展開，然後壓縮信息就係保持其中足夠多嘅多項式。所以我俾個例嚟睇，我哋研究一個腦，我哋用X 光或者磁共振嘅方法，攞100張圖片
二維圖片，然後將佢組成變咗一個三維嘅圖片。我哋喺左手邊上面有一個腦嘅圖像，呢個經過處理成咁嘅圖像。我哋將呢個圖像影射到球上面，右手邊右上角係一個球。我將腦嘅所有嘅知識一一影射到球上面去，然後將呢個知識喺球上面分解，結果可以將呢個左手邊好複雜嘅原來嘅腦嘅圖像壓縮咗256倍，變成下低呢個圖像。所以咁樣傳遞就快咗256倍，因為左手邊呢個圖像比下邊呢個圖像複雜咗256倍。但係我哋覺得只單用肉眼嚟睇，下邊呢個圖像同埋左上角嘅圖像基本分別並不大，所以係一個壓縮嘅一個好嘅方法，係三維圖形壓縮圖像得出嚟嘅結果。呢種做嘅方法同埋呢種應用喺網絡上面會有好處，喺做呢個 medical imaging 亦有好處。點樣將一個三維圖形用好嘅方法去描述，喺呢個醫學上會有好大用處。而家我哋嚟講保安嘅問題，數據保安問題。數據保安唔係淨係喺國防上有重要性，或者喺打恐怖分子上面有其重要性。喺銀行，喺呢個種種呢個金融方面嘅傳播，我哋都希望數據能夠保安。假如有恐怖分子入咗我哋嘅銀行系統，將呢個數據全部搞壞晒，係一個好嚴重嘅事情。所以數據保安係比我哋想象中嚴重得多。除咗呢個軍事上嘅意義之外，事實上有好重要嘅呢個商業上嘅用途。傳統嘅保密一路到1970年以前都係相當複雜嘅。佢哋要用大量嘅保密嘅鎖匙，點樣嚟管理同埋分配極為困難，係基本上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留落嚟嘅方法。但係到咗1978年，有3個數學家提出一個新嘅辦法。呢個辦法直至如今都仲係一個最重要嘅辦法，喺數據保安裏邊。